呢度係偶爾也要重拾自己的習慣。今集和你出走嚟到葵芳，講起呢度，你哋會諗起咩呢？係咪葵廣掃街啊？今次唔帶大家掃街，帶大家去博物館。喺葵芳站 C 出口行5分鐘就到，落隧道先，跟住直行，去到尾轉左，去到呢度轉右會見到飛鳥裝置，直行上樓梯，轉右 Mos Burger 隔籬就係入口。喺地下電梯大堂搭 lift 上6樓，呢度就係 Ptolemy Museum 托勒密博物館，有個免費展覽，關於自然歷史同香港大自然嘅主題，從畫作、標本、藝術裝置等等嘅展品中，了解到傳統自然知識。你哋又知唔知慈禧太后曾經興建過萬生園，仲要賣飛俾公眾入場參觀㗎？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官方建造同埋對外開放嘅近代公共動物園。呢度就展示咗當中珍禽異獸嘅種類，唔少展品仲以詩詞伴畫，例如係耳熟能詳嘅關關雎鳩。鍾意呢個系列嘅話，撳個訂閱掣支持我啊，唔使錢㗎，我會有動力製作更多影片。Like 同 share 埋俾親友啦。又引用《詩經》中對花嘅描述，例如係桃之夭夭。大家可以喺呢度動手吸引仔落卡片，有浮游、雀鳥、花果等等，現場都有賣一啲 postcard。呢個 area 就關於本地自然生態。譬如唔同地區有咩化石、礦物，又或者有咩瀕臨絕種嘅動植物，可以思考下人同自然界點樣共處。有興趣可以伸個頭入去探索艙，觀察下呢個微生態嘅世界。展期至27年1月10號，週末有導賞活動，可以自己報名。有關資訊會放喺下面 caption。雖然呢度地方唔算大，都算係一個舒適嘅好去處。注意開放時間，唔好摸門釘啊！順便行下新都會廣場，正門有瀑布山澗打卡位，跟住就係深洞秘路打卡位。就會到達深洞小鎮，有5米高嘅光影流動瀑布，夜晚着咗燈之後會更加靚㗎，仲會有流星雨墜落嘅燈效，我諗都幾有氣氛㗎。4樓就係神霧山谷，有啲野餐或者 camping 感覺，活動去到8月30號，有啲 weekend 仲有戶外影院嘅體驗。5樓空中花園有同馬灣1868聯成嘅打卡位，亦都可以欣賞下都市農莊，仲有個歷奇公園，帶小朋友去放電就啱晒啦。唔知啲造型係咪配合返農莊呢？終於朝聖到 Three Cones 啦，而家做緊指定貨品低至3折嘅優惠，會員價係比較抵，不過要俾99蚊年費就視乎需要啦。咁今集和你出走就同大家去咗葵芳2個好去處，留言話我知你哋鍾唔鍾意啊，或者有冇地方想我去啊？歡迎打賞以求合作，記得 CLSS 開啟小鈴鐺。多謝收睇，下條影片見，拜拜。